哦，可以全文搜索哎。因为它这个类似事故全书的经史子集都有，兵书也都有，文化、文学、历史、地理、经典、经史子集啊，哲学类也有，医书也有，兵法书也有，内容很丰富啊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不然要怎么搜寻呢？不然要怎么搜索？全文呢？这查书名的吗？靠！奇怪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就厉害了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真的是厉害了。问题刚刚查的，为什么查不出来？一是全的意思，一座是全座，在场所有人的意思。古代那个是只有卖艺不卖身的了。你不知道在哪里，这样很难查。说可以查单字呢，一按下去就可以查呢，但是还是有很多都显示没有在这个字典里面呢，还是有一些可能也不少，没有办法查得到。像这个有白话文啊，像这个有白话文就不错了，你看。这个内容不是搭配那个文言文呢。你看这个啦，这可能是全篇翻译成白话文，然后再穿插上去的，不是对照，不是直接对照。你看，寻你急作，这个是跟这一行不久因疾病发作，所以它不是上下直接对照的，它是可能整篇翻译成白话文，然后再这可能怎么设计的？有粗体字的原文，也有这个细体字的白话翻译。你看，很多都没有办法查得到啊。这到底是哪一本书的内容？只有说第11段呢，不知道是哪一本书的内容。列传第111，也可能是《史记》哦。一座皆可能是《史记》